黑如烟，风不飘来，水如烟，滂沱流泪。老大爷，愁羞的来。
去？没有老师。那你们先去死去吧。啊。哦。哎呀，等等。老师。路上当心点啊！哦。小老师，你怎么能抛下学生跑到这海边来了你？杨老师，我想吹吹风，透透气，不可以吗？不可以。怎么可以？课上一半，离开课堂，这哪下课越要啊？越要，路上小用，还称得上越要？
为了什么事啊？我的婚事要催了，婚事要催了。小老师，我的暖房运在元城里经商，与错与亡与公事，他和他的父母都让我为臣。我在吕在海岛逍遥，婚事就有变数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小老师，我来帮你做工作。杨老师，你帮得了吗？小老师，反正我有3个月，时间到，我立刻走人。小老师，杨老师，我说你呀，辛辛苦苦、忙忙碌碌，到底是为了啥呢？你也走吧。我能走吗？为什么不能？这岛上的孩子们，杨老师，我们要上学，我们要读书嘛。杨老师，我们要上学，我们要读书，我们要读书。杨老师，老师，你不要走。这次擦黑捕鱼又要去好几天了吧？你要多订一点老去上船。我会想你的。小
快点，这里帮忙上船嘞！
鞋底下跪吧！跪吧！不许笑！你们的扫具贼好笑。王珊珊，到，你把你的扫具再扫一遍。扫什么？其中你是怎么扫的？我其中一条左腿受伤了。我其中一条左腿，你几条左腿？你是蜈蚣啊！啊，王哥，难过。我家门前小水鬼很难过。我比你更难过。还有陆陆续续，你是怎么扫的？擦黑的雨船回来了，我的爸爸也老老实实回来了。爸爸也老老实实。你几个爸爸啊？王狗几个爸爸？王狗几个爸爸？王狗几个爸爸？你现在不好好读书，将来遇得困难。小老师，怎么了？你去问他。莎莎，不要哭了，做错了事，向小老师去道过歉。我没错。哎，你还是没错。你扫具扫得胡说八道，还是没错。你身为老师，不该诬陷我。小老师他诬陷你什么了？他问我有几个爸爸。下课了。同学们，下课了。小老师，你杨老师，你不要再叫我上课了。小老师，你听我你说。听我说，你是先进教师，当然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什么红竹奖、陈传奖，什么好词用语，你读得了？我呢，离2年支教期还有2个月017天，只要2个月17天一过，我立刻就离开这个学校。小老师，小老师，我在小老师。黑风
那
山。莎莎，妈妈你打麻将去了。哦，你在玩麻将？珊珊啊，过来坐下。杨老师，来，趁热快喝。好甜啊！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啊！那一儿杨老师长得摩羯女孩，我一头将军，那都不好意思呀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啊？你是我的学生啊！杨老师，你真好。珊珊啊，过来坐下。珊珊啊，我们把下午的功课补上，好吗？小老师呢，要求你们写一篇日记。我不会做日记，每天吃完、上学、放学、回家做作业，有什么好记的？这样写日记当然不好啦。日记呀，不能记成流水账，要记一天中关谁最深的东西。我没有管谁，怎么会没有管谁呢？要靠自己啊，去慢慢体会。哎，你现在想什么？想爸爸，怎么想爸爸的？爸爸擦黑捕鱼去了。怀孕呢？他虽然不会说话，却十分爱我，关心我的读书。现在他一定在很远很远的大海上，大海上有很大的风浪。爸爸安全吗？我很担心。我常常让他生气，我成绩不好，我要玩他的五彩贝壳船。我不知道这贝壳船是他的名，玩使他小气。我再不好好读书，就对不起我爸爸了。我是多么希望他早一点平安回家呀！珊珊啊，这就是一篇好日记啊！这就是日记，怎么不是？这是最好的日记，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。杨老师，这个我会写，那我现在就写。好，你写好了，我来改。
自己动手，他妈打麻将。杨老师，你真好。我曾经那么差，你还对我这么好。你去想我的娘，我要叫你师娘。珊珊。今天水气真倒霉，麻将输了300块。哈，莎莎，你哭了？我没有。哎呀，是哭了哪？我没有。啥？是不是他欺负你啊？没有没有。师娘在叫我辅导功课，叫我数腿。师娘，嗨，老师嘛就是老师，娘嘛就是娘，哪里来的什么师娘？珊珊妈妈，你回来了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来看看珊珊。哎呀好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我来问你，你们月曜教书是怎么教的？怎么啦？喂，怎么了？问你自己呀！你当着学生的面，竟然问我的女儿有几个爸爸？侬是要去巴掌嘞！珊珊妈妈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，珊珊妈妈啊，有什么好说的呀？珊珊妈妈，你为什么不讲理？你不要生气，你不要发火，我还不要发火。哎，麻将桌上的人都在笑我，杀拳落手的人都当笑话死了，我还不要发火啊！哎呀，珊珊，你为我名声，为我名声，杨老师。妈妈，不是杨老师，是肖老师。哈，是肖老师啊！弄错了。哎呀，弄错嘞！哎呀，你摔痛了没有？弄错嘞，都是我们月曜的责任。珊珊妈妈，珊珊很聪明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把她的成绩涨上去，好不好啊？这有什么不好？我天天盼她考第一名啊！哎呀，谁也没有嘞！珊珊妈妈，孩子进步需要家长配合，家长是榜样，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。我向你提个要求，可以吗？什么要求啊？这麻将牌以后不要让珊珊再去碰了，好吗？珊珊，你怎么把妈妈的麻将牌都拿出来了啊？不是你叫我搓麻将啊？这读书与麻将牌有什么关系嘛？哦，有关系哦！那，侬自家不用过，挂到我个头上来了啊！我，哎呀，好了，珊珊妈妈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了。我醉了啊！哎，珊珊，师娘要醉了，师娘要醉嘞！哎呀，珊珊妈妈，我替小老师向你道个歉。哎呀，不用。
的呀，从今以后不许侬再碰麻将。杨老师，师娘啊！哎呦，我早上出去买菜，你就开始打游戏。我现在买菜回来，你还在打游戏。等你妈妈回来呀，我要告诉她。哎呀，外婆，我正在看山虫，陪你一觉。什么？呀不呀？就死他嘞！哎呦，好了，你爸爸妈妈呀，马上要回来了，快把准备整理一下，准备吃饭啊！哎，哇！外婆，这么大的待遇，外公很高兴。哎呀，外婆，你今天买了这么多的菜呀？今天为你过生日，外婆为我过生日节快。我知道你是为妈妈过的。没有良心，外婆对你还不够好。好。哎呀，你妈妈呀！常年在小岛，星期天也很少回来。今天难得一聚，当然要买的好些喽。对，外婆永远不会错。哎呦，外婆，过来，做什么？哎呦，你今天不会在妈妈面前讲我的吵吧？那要看你的表演。表演就对好，不是外婆生气。好，今天呀是好日子，我们设定了一家人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。好，我一切都赞成。因为妈妈今天要回来，生日礼物。回来了，妈妈回来了。玲玲啊，你在打扫里去啊？听说你回来，他高兴。妈，今天我可以吃好多的菜。最赞。玲玲啊，告诉妈妈，月节成绩怎么样啊？月节成绩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报告。上有南上，下有无光，中有堂堂，心快天。哈，一这话是不是上进？好了，不说了，说些高兴的事。妈，我真有一件高兴的事要说你。什么事？我们学校啊，有一位年轻教师叫小雨。是的，他呀不安心在罗斯号教育。刚才我去做了他暖八月的工作，终于让我做通了。做通了。哎呦，好。他暖八月啊，等于让小云安心留在罗斯号了，这有什么可高兴的？没劲。哎呀，你懂什么？你妈妈是高兴啊，一定有她的道理。我还以为就我买了生日礼物呢。有呀？哎，什么礼物？哎呦，兰花。哎呀，这也算生日礼物吗？哎呀，最山兰花见过有名。兰花花色不艳，却是清香袭人。玲玲啊，你听过一首歌吗？还是你外婆过去教我唱的，我小时候就会唱。黑兰花，黑兰花，黑兰花，黑到生枝把根扎，
今天是我的生日吗？知道，所以我扎进中昂最官位嘛。也不是全是为了我。那为了什么？气象预报，台风快要来了，你不是说要去海水做样本吗？你呀，机灵。爸爸，请坐。爸爸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呢？啊？什么不好意思啊？哎呀，你两手空空啊！是啊，我两手空空，怎么啦？哎呀，真的没有生日礼物吗？哎呀！你怎么知道没有啊？那你拿出来看一看，妈妈我给我买了来还你。我呀，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大喜讯。大喜讯！是啦，省水文官出所决定调我去杭州。哎，妈妈，杭州。调我去杭州工作。随文书其实人员真需要，3月选人选中了自考，领导生你是身兼先进老教师，那姑娘要多把人才找。从此还家业起，升城去海阔天空，一步彩度见人阿娘，令他可以得到好教育，这天大的喜事啊！你是好不好？趁着半岁数，就等我们的态度了。妈，你说你好，杭州当然比舟山好。神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绳子上进。你们走吧。妈，我只管了海岛，我杭州呀，海岛呀，两头宝宝，我回来看。哎呀，外婆，是啦，你不要管妈妈的。外婆，妈妈，你不会不同意吧？我才不烧焦了，说快。是吧？现在就等你一句话了。我再求妈妈谈谈。
子兰，我叫你呢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子涛，我还没有想好。你难道也不想去？子涛，至少我现在不能去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嘛？子涛，我放不下海岛上的孩子们。你与你的思念，我与我的思念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你放弃？子涛，原谅我。只教一年又一年，过了3年是5年，老人孩子都见我，自讨中的。光荣，你与痛苦也不免，至今是峰回路转，别开心，今生恩怨。难道你要一辈子守在这海岛边？
你先前的包袱背得太重了，你不要变心了呀！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？不是吗？你口口声声教师的责任，可你不要忘记，你还有女儿的责任、母亲的责任、妻子的责任。子堂，子堂，妈妈，子堂，杨子兰，你喊什么？杨老师，我是你妈妈呀！你不是我妈妈，你是那些愚昧孩子的妈你要慢慢考虑，认真选择，不要紧啊。妈，我为奶奶。我知道他没有错，他有他的事业，可是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说不去，我们已经不是分得更远了吗？我知道，你是舍不得黑道，舍不得受伤。那妈，女儿心中一直有个梦，我喜欢做梦，在长生中做我心中的梦。心中的心中住着一个大梦，梦见了一道月亮，我的心
追，你追！我不用你管，凭什么呀？我是你的妻子。杨子兰，我要工作，我要去陪风之间黑水的孙儿，谁与你无关？你走，回家，走。危险啊！你这果真不也危险吗？你我们两个可以不走的。你追！来，捆上！走！捆死我！别得捆死你，别得捆死我！我们在一起。这样更危险。怎么办呢？当心！来，这里。你怎么了？我不要紧的，可能是刚才太紧张了。这次我一定要陪你到医院去洗检查。我哪里有时间呀？没有时间也得去。知道，我想好了，你讲嘴吧，我支持你。我放心不下你。现在交通方便了，舟山到杭州很快就到了。家里有困难，总是可以克服的。不，婶婶，我不去了，留在舟山也许更好。绯闻工作的第一线就在海边，我们舟山的前途无量啊！你做出选择了？决定了，我陪着你，随着你，随着这个家。是了，我们回家。回家。
让我来宽宽你们，让你们回去。不要紧，有你妈妈帮忙。你看，爸爸的任务啊，完成了。爸爸，你哭了？没有，那是雨水。爸爸，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纠结，是因为碰到了选择，选择是痛苦的。我也在选择。爸爸，啥就是的，就是啥，是吗？玲玲啊，你哪里来的这许多大道理呀？网上多啊。是啊，啥就是大，大就是啥，台风就要过去了。爸爸妈妈，我们一家在一起。在一起，才是一个家，多好啊！哎呦，今天可不一样！你作文得了奖，你是来领奖的，外婆啊要祝你。外婆，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外婆啊，叫你们准备好了点心，你们一边吃一边等好消息。来，上上玲玲，来，小林姑姑，你说我怎么关心杨老师和小老师呢？你只要好好学习就是了嘛。这不行不行，我来帮你出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我们这签字好不好？好。杨老师的胃总是不舒服，我们这签字好，祝愿他身体健康，也是对小老师的关系。美玉子，我这里有草稿子。小字帖挺有情，这人字很飘飘心，这我的爱，这紧我的情，祝愿妈妈早康复，祝愿老师更年轻，更年轻。最好是彩色的，小姨我
演奏比赛3等奖，比我还厉。玲玲啊，你要向三三好好学习，加油！我要么不得奖，要得就要得1等奖。好，夏老师，杨老师就要回来了。我小林姑姑为他织了很多个签字哈，祝愿他身体健康，让妈妈高兴高兴。这也是珊珊对你小老师的贡献。谢谢珊珊。哇，你们真是心灵手巧啊！这是拿什么东西做的？这是什么字？这是妈妈的字。这是你妈妈给我家证书，怎么剪了？啊，小林姑姑说这是杨老师过去的证书，放在那里好多年了，妈妈从来也不看，没有用啊，没有用啊。哎呀，这是你妈妈的荣誉，你抄我了？怎么可以？哎呀，千万从来不看的。哎呦，抄我了！哎呀，我都不知道呀。妈妈要打你呢，妈妈我了。小老师，你来了。哎呀，伟伯啊，杨老师的我家证书让他们做成签字还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玲玲啊，你怎么动了你妈妈的东西？我也不知道，这种字这签字哈最好了，万是最好了。哎呀，这是胜利红竹奖，伟伯，这是市里陈专家的奖状，伟伯你看，那要不再把它拼起来？这怎么拼啊？你们抄我嘞，抄你妈妈的名。怎么啦？出什么事啦？妈妈，我把你的学家证书捡来。什么？你怎么搞的？是吧，妈，你们说的就是他。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这是你的荣誉呀。这些年来，你们都是这样看我的。知道你也说过这样的话，说我先进的抱负给得太重了。其实不是的。当真书要一明，记录着，著着上
更加年结果还没成，还要等2天。哎，小老师，哎，的合格证书拿到了吗？接他啦，杨老师拿到了。好，杨老师，这是我们月瑶的证书。哎呀，这可是我们月瑶的大喜事啊！大喜事！是啊是啊，我们月瑶获得了一个组织奖，如今罗氏啊小友榜上一名啦。好啊，我们今天啊要好好的庆祝一下。妈，早已准备好了。妈妈，杨老师，这是我3岁的心意，祝妈妈身体健康。谢谢你们。怎么办？微波啊，你不要急，怎么办？你不要急，微波。我不相信，妈妈不会在这种病。快点！杨老师，杨老师啊，杨老师，微波，杨老师啊，杨老师，轻一点，老人家睡了，你们都来了，这是微波。微波啊，微波啊，我听说杨老师病重，我们一家人都来宽宽他，宽宽他。谢谢你，小月，叫他们收下。谢谢妈妈。哎呀，小老师啊，怎么办呢？有可能医院是无症。微波哈，我心急死嘞！哎呦，杨老师是珊珊个师娘，也是我们个大恩人，我们怎能不来？若是阿爸母生家把苦心，我母曾阿爸盆啊进，到母心情多一两，花着脸着悬着盼着祈祷呀。张昌你本来心
在原医院治疗5天，医院说医不了。哎呦呀，转院到上海，明天取诊。明天就要走了，哎呦，怎么办呢？等因为杨老师从医院回来，你们要记住，千万不能让他知道他的病情，我们会瞒着他。是个，外婆啊，我们不能让他知道。哦，珊珊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一点都不能露出来，不能露出来。哎，我们说点高兴的事儿，让他高兴。珊珊妈妈，我就怕你这张。哎呀，我这张喇叭这位管事个，小老师啊，侬放心好了，放心啊，放心。哎呀。杨老师，杨老师，你们都来了。其实你们不用来的，我不要紧的。杨老师啊，弄个脸色。杨老师，你今天的气色真不错，精神也特别好。哎呀，是个，脸色又一亮，一亮以后。大家族，玲，道长。珊爸爸，你擦黑回来了。哎呀，阿来啊，杨老师在问你呢。大粉水嘞，大粉水嘞。妈妈，你看，这是他们送来的带鱼，这么大的带鱼呀！谢谢你们，珊珊啊，这星期杨老师不在，你的数学怎么样啊？杨老师，新来的李老师对我们可好了，同学们都考得很好，我考了99分。好啊，珊，我要努力哦。丽丽，要向珊约见。妈妈，我数学考了100分。真的呀？妈，是他。我听到这些好消息，我真是高兴啊！高兴杨老师，我要结婚了，婚期定在国庆节，我们等着你喝喜剧。小雨，大喜事啊！遇到了一件高兴的事。是啊，又是一件高兴的事。杨老师，都是你帮助了我，我会记在心里的。杨老师，我还要告诉你，我和我的男朋友商量好了，在卢氏上小学再管2年。好啊，小雨，这喜剧我一定要去哈。妈。哎呀，杨老师，是吗？来，吃片药。哎呀，是个好，吃了药巨好。我也经常头痛，药一吃，现在一点也不痛了。杨老师啊，侬不痛了，侬不痛了。哎呀，不痛了，小呀，不痛了。妈，杨老师啊，侬明天就要到上海去了啊！你经常帮珊珊说的，今天上午
也帮你梳梳头吧。好啊。一把梳子打在水，我把老师梳梳头，梳在水中的泪在心里。老师你来我来了，于是登场，爱冒过了雨，这盼你照着康复生一曲，乘风破海面，为山归，为山归，谢谢大家了，谢谢大家了。我们都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让老师休息休息。我们醉了啊，醉了。谢谢你们。我明天需要到上海治病去了，这一去呀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我想去看看我们的学校，我还想去走走370句太久了。我不要紧的，我有自讨在，自讨让我靠着你走了。
做人做事要认真，要人天天在进步，这是我最大的快乐与欢喜。
鲜花色多艳丽，自愿香飘千